是咱七八八，咱叫的是说算出来相同的工资，那么当然在这个咱道路上呢，咱就要信息单位的这个领令，那么信息单位当一个领令，所以这件非常的重大。那么以这个先后天呢，说讲拢非常的注意，伊呢家庭内底，就连爸爸妈妈，甚至伊的姊妹、兄弟姊妹、太太、子女，全部拢是受到家庭，所以呢，会使讲是咱修学道的一个典范。那么伊为道理，真正对我了非常这透彻，但是伊个透过伊口才的浅水，会使讲淋漓尽致，让人信任的这形象切实反映。那么后爸透过这个无影片，咱知影，伊今日所以咱主题开始的也叫做蜕变。那么蜕变当然做专题演讲应该会较详细，但是我看了这两个字，因这个文来消文解义咧，我大概意思就是讲，咱今日对一个凡夫，咱拢是众生凡夫。那么6万多年的这个凡人，而且轮回再轮回6万多年，那么咱对一个凡夫要蜕变为圣人仙君，要怎了脱生死轮回，伊绝对有一个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就是看咱各位一个内面，咱要如何去用心，如何去用功。因为呢，咱今日想讲到三则大开普渡，那么咱的天文书顶，咱在座水晶的内面，包括后爸，咱拢是清上，亦或清口元，或者是清上二代。那么咱今日来研资料，都需要虽然无强，甲咱保护，甲咱护持，互咱会当安安稳稳，会当非常安全来修学。这拢是咱接受了天文书顶。那么而且，咱要做做蜕变，咱圣人甲咱讲，咱今日求道靠因义。那么求道，透过求道，互咱真正找到咱真正的我。咱这个肉体原来存在了一个真的甲一个假。那么这个真的，咱是不是有当依着师公念珠在珠，依着师公拢用真主人来做主，就是透过这个蜕变的过程。咱求到了靠因义，求到了，咱绝对有透过办道靠天时。天时的应运，咱今日会当有时有刻，拢会当开发。亲像早后，咱今日咱教育平台也开班，咱人日也开班，真侪所在咧开班。那么咱今日，毋是咱爱想要开精湛班了，我了解后天嘛咧开精湛班。那么咱今日就是透过天时的应运，不管是只要有安排，咱拢会当开班。那是这样是安尼，就无通安尼啊。所以办道靠天时，但是咱透过开班听道理，不过就是要创啥？就是要来转化咱众生的意见为佛的正义正见，这个转化的功能，就是要美化、美化的那个人生。因为各位姐妹，这是互学家己的一个亲身的感受，自从互学进入道场学习20几天来，互我拢家己安尼三自省，讲我真正咧美化我家己的人生。因为伫我细汉出世，咱36岁进入道场学习20几天的过程内底。不管是外景的环境的美化，甲我家己心境的美化，互我拢感觉讲虽然无进步多济，但是只要你热心，你真正有年轻的功夫，各位姐妹，互我感受讲，咱真正会有这慢慢有这感受讲，原来愈来愈水，毋是外表愈来愈水哦，是咱的心会愈来愈水，会愈来愈快乐当然今日修道靠用功，对无？就是这个蜕变的过程。那么咱今日各位姐妹，咱今日修道美化咱人生了后，
中华三会会按公一个，所以在座诸位姐妹，咱一定要肯定咱家己，而且咱爱非常用功、用心哦。咱咧伫修法的过程内底，咱真正要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咧是总爱修千变万化。可是呢，只要咱有心，甲做一个改变，因为改变才会当进步。听到道理了后，就要做一个改变，不管是咱外表哦，咱的内在、内心外务，咱拢爱做一个改变，做一个突变，做一个咱的突破，咱才有法度真正达到蜕变。哦，那么这蜕变就是要咱恢复本来的我。那么咱人工长期咱也就是要照着咱本来的我，清清净净、义道道、正正的我，等于念佛。哦，毋通讲啊，甲要长去啊吼，啊最后就时啊会开时啊的时阵呢，正伫遐反悔。人讲上天绝对无袂反悔一点油啊，哦，千因难免庙会一点油啊。看你要买较好的这牛衫、巴衫、哦粉公衫，拢总办事的，就是无袂庙会一点油。那么在座诸位姐妹们，包括我哈，咱今日平时了叫阮师着咱前人点完书，所有结婚这个轮回了后，咱爱知恩，就爱报恩。那么咱要报天恩，为因就是爱这世化的，咱毋是用钱咱去报天恩，报天恩就是爱这世化的。那么咱要除了这世化的，也就是讲，咱负着咱的有缘人的时阵，咱爱开嘴来讲，道来求道，爱当成全伊来做伙来修学道，互伊人生愈来愈好。哦，那么有无啦？有嘛？互伊的真正伊的自信本会当甲最后一口气会当了解生死轮回。这也就是讲，咱今日求道了后，咱以清常的人才，咱的直接，咱的使命，哦，咱就是爱我讲到讲，咱的报天恩，这世化的。那么咱报师恩爱怎？爱传承的，哦，就是爱传承，就咱的前人啊，点完书，做你所有结婚者，因就是拢爱做传承行业。迄个在会议来对本内开始栽培，来参加新闻班所有的班数，精力的教育，不归拢就是咧栽培人才，因为三德大概报道，而且姓师是师徒中班。那么师徒中班，咱的老师无这个体的时阵呢，就是特啦，咱以天地人之间，爱大天宣化，替天明道，所以咱的责任，咱的使命，拢非常的重大，非常的重大。那么以上是有合，咱各位姐妹做一个结言。那么不过今日咱也就是要引着咱杨永平主任，哦，伊的作业篇内底伊的名，哦，咱应该拢甲伊熟悉，因为伊是咱市立单位的一个名人。那么这本书的里面呢，所有的人物的伊安排，那伊现在安排较有高度的，伊有法真好个吼，这个市立单位的是，我甲咱做一个共同体制，互较起到有的是伊有咧挂号的，因市立单位上伊捌落咧挂号，我咱甲看楼骹无人咧挂号，无搁咧挂伊遐有的，但是意外，我甲过伊嘛有做啦吼，意外的头前一个医生，意外讲诶，是有人讲话，我比较无想讲轻悄悄的，我有讲感动的啦，哦，咱遐尼咱是安怎带咱的个性会当有即种遐尼好的习惯，较有淡薄讲话，就是点点要讲话伊就安尼，哦，安尼交上讲话，安尼就是你无够好，因为分长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净化人生的一个要素，毋是要
化的时阵呢，市场无共款，所以讲。